在地人在地情，要来讲这几年来受到疫情的影响，现代人用餐的模式为食合菜倒菜，慢慢改造一个人一份餐盘的方式。南投德山镇公所甲德山社区来合作，甲料理餐盘的模式融入去11月底要举办的孙仔节的活动，要来推广在地美食。 将德光仔饭、笋干控肉和滋补料理放做伙，这是德山社区结合在地农特产品所设出来餐盘料理。11月来办一个竹笋餐，就是餐盘式的竹笋餐，让大家方便订购，大家方便使用。德山镇公所当年拢会举办笋仔料理的比赛，向时拢用办桌方式来设计菜单。不过随时代变迁，一人一份的餐盘料理渐渐受到民众欢迎。公所就希望能用创新的方法来推广德山镇的好料理。一面学习，一面在我们来盈利哈，希望说给社区创造一个营收。德山镇公所预计在11月举办孙仔节的活动，希望和民众食到好料理的同时，迈当进一步了解到德山笋的水。 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